歡迎光臨將軍澳站，以下係使用引導徑前往客務中心、入閘機及月台嘅路線指引。如要前往客務中心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一直前行，便可到達客務中心。如要前往入閘機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第四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，便可到達入閘機。如要使用樓梯前往月台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月台之樓梯。到達月台後，左邊為往寶林或康城方向之月台，右邊為往北角方向之月台。如要使用升降機前往月台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月台之升降機。到達月台後，左邊為往北角方向之月台，右邊為往寶林或康城方向之月台。